咪以為做戲咁做，其實好多時係戲如人生。由於近年上市玩法有變，真係要上船摸住酒杯底傾生意，啤殼上市㗎。過往一間公司要上市，律師同保薦人收費過千萬，有資格上市嘅公司都係行業龍頭，集資額唔會低，盈利仲有返咁上下添。不過而家學股有價，連帶玩法都有變，中間人先會約老闆上遊艇出到公海，摸住紅酒杯，條件係幫老細出錢搞上市一條龍，到埋殼嘅時候先至73或者64分賬。老闆落搭之後，莊家會幫手安排一切上市事宜，包括揾保薦人、非執董等等。到上市嘅時候，莊家會為非 mark 高股價賺錢，再散貨。上市初期先賺一浸，日後成功買殼，再賺殼價2億，背後團隊雙重享受，賺2次錢。知唔知呢個咩世界？呢個叫大把世界。近年喺創業板上市嘅公司越嚟越多，10年只有7間，今年年內已經有27間，另外仲有近20間喺度排緊隊，當中大部分都係名不經傳嘅公司。事實上，港交所向創業板公司收取嘅費用，因應該公司市值計算，但係最貴都只係收每間20萬，似乎港交所為咗交數，懶理上市公司嘅質素。